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初9，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昨晡离开台北地方法院了后，先对新竹看因老母，暗时转台北。媒体甲问讲，台北地检署提起控告的代志，伊是无回答，敢若右手抵意。然后台北地检署昨晡发声明，讲郭文哲想要减少审判，影响舆论，会提起控告。支持者大声喊阿伯加油的口号，郭文哲初八暗7点左右行出伊新日楼厝的左门口，准备要坐车，甲支持者记者拍手盘，伊老母送伊到门口，因为交保条件，伊每夜的8点到10点，拢爱伫台北地厝内用手机监控定位设备报道。暗时8点半，郭文哲登去台北的徛街，对媒体问讲安怎看待北检要提控告，伊无回应，只敢若下手抵意了，就行入去厝内。郭文哲最高早起8点半，也照常去台北地方法院出庭。不过对前一天批评检方摧毁社会对司法信任的讲法，北检伫暗时也发新闻稿，讲郭文哲等被告的犯罪事实甲涉案的证据，拢经过检察官伫咧侦查的时阵，依法得到人证、物证甲书证，并且详细记录伫咧3册总共894页起诉书内面。对郭文哲的讲法，想要干扰审判、误导舆论，应该严正驳斥。记者综合报道。郭文哲昨晡办交保了后，伊批评承办这个案件的检察官毁掉民众对司法的信任，而且查几年拢查无物件，嘛批评总统赖清德互台湾死线去。支持者总算看到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身躯边有太太陈佩琪，牵手陪伴斗阵行出法院。检察官，你们查了1年，到底查到什么？什么都没查到。民进党做梦都没有想到，民众党怎么会这么干净？就为了这几个检察官，把整个台湾社会的司法信任度全部摧毁掉。这条7000万交保面对法院裁定，我表态爱国心思。计算一点后，初8点头交保，先感谢小草的支持，暗过为一等，先批评检察官摧毁司法信任度，可炮轰总统赖清德，互台湾陷入混乱。这个案子根本是冤狱，我个人的苦难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我希望台湾以后可以更好一点呢，不要这，为什么要让整个国家陷入四分五裂？赖清德，你好好想一想吧。被检警检差不多1年，郭文哲讲起看守所生活，家己考试家己是轻车要犯24小时看不到日头。高雄讲到真济法警根本都是夜未将，法官回应有保全收容人的放射空间光线顶，决定是安排运动时间，暗过对警检被告的采取必要科技措施。民众党动员几摆支持者贴满北检外口真空区，迎接郭文哲登去，暗过队伍内底有70个人伫现场也银纸，郭文哲先在故乡要总统。柯文哲贪污，你们知不知道？司法不公平，你知道吗？郭文哲交保了后一段行程，就是等于新竹找妈妈，暗过被限制住机，每日暗时10点之前爱登台北，用手机上传住所的画面。讲起后生做父，郭妈妈是真唔甘。饮袂条，后天流目屎。我一个人找1年，佫找无。佫可能贵的。生活嘛是真艰苦咧。台北地院排定初9审理经发生者案件，郭文哲会搁一摆出庭，甲检方正面对决。记者综合报道。针对郭文哲交保，民进党是表示尊重司法。不过，民众党出现2个偷人的讲法嘛，引起正人的讨论。魏国昌讲，因2个人之间的信任，不是外人会当了解的，嘛批评绿营实在是管伤快。针对未来南北合的布局，已经有表态要参选国民党主席的郑丽文讲，南北合有重要的历史责任。下海路等新的旧厝，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哲羁押1年后7000万交保。郭文哲主要牵涉4大案，包括金华城土地违法应借奖励案、政治现金公益侵占案，使用政盟基金会款项支付竞办员工薪水背信案。郭文哲政治现金全户申报无实案，不过去互人起诉求刑的是退隐换销的端保证。郭文哲拢总是互人求刑28年6个月。
郭文铁交保，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一路陪伴，展现真好的友情，而且搁再回应2粒日头的讲法。从去年就一路搞到现在，我就说你们从来没有成功过了。他应该要先关心一下赖清德到底可不可以叫柯建铭下台，对不对？先把自己的家里的事情先顾好。蓝营主席参选人积极拉拢小草，声援柯文哲。国民党没有政治明星，未来不久后恐怕国民党会变成小白了。为国会法案甲公方合作以及反制大罢免，民众党对国民党伸出援手。郭文铁交保了后，未来若被合的布局也互人关心。国民党拄仔是党主席改选的时期，已经有9个人表态参选，其中毋若罗志强挺郭文铁，讲伊相信若被一定会去合作。陈立文嘛坦白讲，若被合作有重要的历史责任，一直坚持到下架赖清德、下架民进党的那一天。所以蓝白合这个历史的重要的责任，大家都会全力以赴把它做到。用司法手段来做羁押的一个手段，他应该感受非常的深刻。所以蓝白合作策略不变。郭文铁在2014年就任台北市长初期，讲要对查郝龙斌、马英九任内5大案，即摆若被合作，正做布局2026讨论的焦点。郝龙斌嘛是竞选国民党主席的热门人选，党内嘛有声音伫烦恼郝龙斌若出来选，可能不利若被合作。不过郝龙斌进前嘛伫面册答文，声援郭文铁，国体跑不平，互人解读嘛是为若被合作伫铺路。记者采访报道。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要是真拗翕、真烧热，过昼爱注意可能会落雷公雨。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好天，高温普遍是33度至35度。气象署早起针对湘北、彰化、云林、台南到屏东，还佫有花莲，拢总8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警示。若过昼西半部甲各地山区，拢有可能会落大雨。提醒乡亲，茶都要加啉寡，较袂着沙，而且嘛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受到南边云系影响，这2天天气的变化是真大。气象专家认为，爱到拜四天气才会豆较稳定。气象署提醒，拜四中昼过后山区也是有较大雨势。拜四进前西半部地区甲山区按严防中昼过后较大雷阵雨。拜四进前多年度大楼，彰化云林嘉义甲花莲爱水节海水倒灌。明天的水汽会比今天稍微少一点，不过明天的话，在山区午后都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明天都可能要注意的，有些地区可能这个午后的对流会影响到比较晚的时间。当然，大部分的这个比较正常的时间都是在下午过后，它这个对流就开始发展了。专家分析，拜四开始太平洋增强，各地天气较稳定，中昼过后雷阵雨范围会明显减少。未来7日热带系统发展会对各界的小中有望变数。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轻度风台塔巴，初7伫咧中国广东登陆，当地是透风落雨，包括深圳甲珠海拢宣布停课，也那香港嘛同款受到影响。风台塔巴早起登陆广东的第3市，海边影正大。连雨打到脸上都已经有非常强的刺痛感了，已经提起了不小的这个浪花。有关部门对沿海发警报，估计应管是1公尺半到3公尺悬。为了安全，永江市风力发电平台是设立1700人，无名市也伫前一天启动紧急应变机制，2000外台渔船提早入港。包括珠海、淡江等城市拢宣布停课，也有2条铁路停驶。气象部门讲，塔巴会以时速20公里继续向西北方向刷震动，强度愈来愈细。不过广西一寡地区会出现大水河。伫风头也是风头好大，包括渡船、巴士、轻轨电车拢暂时停驶，地铁系统的车帮也让较长。I feel like when I take photos with my dad outside, I feel like I'm about to be blown away by the wind. I feel like I'm as light as a piece of paper. 有来香港省的游客讲，第一遍看到风台。我作为这个大陆的北方人，第一次遇到这个台风，然后这个台风，气势很磅礴，然后把这个海浪，转得很汹涌，感觉也挺有意思。
同款是轻度风台被是行向日本迄边过去。顶礼拜五分别登陆高知县甲高山县，其中建工的灾情正严重，目前原市至少有370瓦栋厝受损，8390户停电，一个24个人轻重伤，一个8号连接东京名古屋加台北的东海道新干线停驶。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译。各位乡亲，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今仔日是9月初9国民体育日。新设立的运动部今仔日挂牌，由2届奥运的金牌李勇做头一任的部长。来看自由时报，动漫活动的主持人詹庆平创办维物整理师的团体，专门甲家属斗3工处理往生者的收藏品，替这的物件找到新的主人。过来看中国时报，教育部昨天宣布，国教署下底高中以下的公私立学校的老师，教师节每一个人会当分1000块的礼券。不过教育团体认为讲，中央甲地方无应该有差别的待遇，呼吁若要分，拢爱同款。继续来关心，法务部矫正署设伫咧桃园的矫正学校敦品中学，昨日发生有感化生甲教导员破烧烫烫的滚水，甚至民国去互花着伤，目前是已经送病院。因学校这边是表示，会追究这个学生的刑事责任，嘛会加强沟通的机制，避免类似的案件搁再发生。高雄围起来改变心检，由矫正署设立伫桃园的矫正学校敦品中学，主要收容依法执行感化教育处分的少年。这次案传出暴力事件，一名感化生为了替防纠正的同学出去以滚水甲原子笔攻击教导人员，学校校部赶紧将人送医。脸部呢有几道的刺伤，因为用热开水去泼洒我们同仁，那有造成烧烫伤。学生的部分，当然我们这边除了谴责他的不当的行为以外，也会去追究他的刑事的责任。学校强调会追究刑事责任，也不过这并不是矫正学校头一摆暴力事件。去年3月，就有9名学生因为想要拍闹球防警察杀不同，2020年也发生感化生连地石油案，全台有4间矫正学校可能介好问题，学校来都算是一般的功课拢爱做起来。他们以前都不爱读书，勉强他们读书是种难处了，应该给他们学习一技之长，比较实际一点的。好像有问题的孩子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给他们改变，这个是很大的难题，大家都是要了解这个是必然的现象。教会所表示，真侪犯罪是出伫家庭、显伫学校、恶化伫社会。法务部相关报告也捌提起，真侪感化生早伫入校进前就已经失学，长期依附偏差同辈接触帮派出文化，造成性格冲动匆忙。教会所认为，伊除了透过功课甲磨练去调整心情之外，更加训练感化生有一个技能，互因会当个融入社会，才有机会降低再犯罪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咱来看，以色列耶路撒冷车北发生公车站枪击案，造成6个人死亡，12个人受伤。有2个巴勒斯坦的嫌犯是当场去互弹死，还有1个是已经抓起来啊。总理纳坦雅胡讲，目前是还无组织承认犯案，不过哈马斯对这届攻击的行动是表示肯定。听到后壁有庆声，大家拢行向前走，哪走哪叫。上下班人侪时间拄过，伫耶路撒冷一个公车站，有2个巴勒斯坦人野枪乱射，造成重大死伤。פתאום הוא התגבר ואנשים מסתכלים אחד על השני מנסים להבין מה קורה נופלים או נחבטים תוך כדי מבריחה וראיתי חזור אישה שהתעלפה פתאום ועוד אישה אחת שעם 赶来医护人员讲，现场4位拢是碎玻璃，受伤的人倒伫咧公车站附近的车路，也有人行道，唔知影人。开枪的是2个20几岁巴勒斯坦青年，来自约旦河西花无剑口，要互一位以色列士兵甲现场的几位有炸武器的民众拍死。警方也阁抓到第3个涉案的嫌犯，当局讲这是一件恐怖攻击。Every country must now make a clear choice. Are they on Israel's side, or are they on the side of the jihadists? 吹背案，巴勒斯坦卫生部讲，有2个14岁巴勒斯坦少年伫约旦河西岸城市哲宁，和以色列军队开枪射死。以色列军方是讲，因对入去封锁区内面的人开枪，因为因对以色列军方有威胁，但阁无讲是甚么威胁。这几年以色列不伫咧遮发动几遍军事行动。
מלחמה עצימה נגד הטרור בכמה חזיתות. 自2023年10月初7，哈马斯对以色列南部发动攻击加打，双方伫加沙战争已经要到2年。自迄当阵开始，以色列安全部队伫以色列本土甲西岸拢保持高度警戒。伫咧耶路撒冷地区，这种攻击行动是较少。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2023年，伫咧澳洲的维多利亚省发生一件有人用有毒的香菇夺走3条人命的案件。先开始，这个嫌犯是辩讲，伊唔知影这菇是有毒的，不过落尾手查出这菇根本是嫌犯专工传来要甲人偷的，所以最高法院判伊无期徒刑，而且要33年了后才会当申请假释。挂手铐的50岁凶手艾琳·派特森，虽然伫审讯期间一直讲无故意杀人，不过伊原伫7月被判刑3项杀人罪，甲1项杀人未遂罪成立。For the attempted murder of Ian Wilkinson, I sentence you to 25 years imprisonment. For the murder of Heather Wilkinson, I sentence you to life imprisonment. For the murder of Gail Patterson, I sentence you to life imprisonment. For the murder of Don Patterson, I sentence you to life imprisonment. All sentences are to be served concurrently. The total effective sentence is life imprisonment, and I fix a non-parole period of 33 years. 外电报道，凶手伫车被听判决的过程中，目睭拢刻刻，敢若伫法官宣读刑期的时阵，目睭才被开，当时完全无表现出任何情绪。法官伫宣判时阵，佫指出，凶手毋但杀害3岁大大人，也互死者子孙爱长期面对无法度弥补的伤痛。另外，凶手犯案了后毫无悔意，伫澳洲无死刑的状况之下，爱尽可能延长刑期。嫌犯辩护律师捌提出特定期限内不得假释的要求。另外，艾琳·派特森会被关阿迪的毒鸡房，佮严格限制甲其他受刑人接触。这拢是互法官考虑伫量刑的因素内底，也就是讲，凶手甲进前遭到羁押的15个月在内，若服刑满33年，就应得到假释来出监。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顶一日，日本首相食破部宣布请辞，即摆新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可能伫咧10月初来举办。目前小泉进次郎甲高市早苗这2个人声势是上悬的。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特别换主人关定车备，要决定敢是要提前解散党总裁。为着避免党内分裂，新兼党魁的首相就破茂提前宣布辞职。石破茂宣布请辞自民党魁职务，接下来由谁接班，成为日本政坛关注焦点。包括现任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还有前经济安全保障大臣高市早苗等等，都是被点名的可能人选。根据日本媒体最新民调，小泉进次郎甲高市早苗并列上现任首相第1名，民众的意見明顯分做2派。高市さんなんか言ってることはすごくいい話をしてますよね。だから少しは日本のためになってく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ちょっと年齢層は若干今までよりかはちょっと低めの、小泉さんとか、そこら辺の年代の方が私からしたら一番いいのかな。目前自民党内当咧讨论，除了国会议员选票，爱加上专属多关投票的全规型，也是多道府县代表的简约型，来选出新总裁。那以全规型举行，选举時間預計會10月初。国会議員と都道府県代表だけの選挙だと、どうしても大きな派閥の、出身者とか、党内に支持基盤が強い人が有利。一方、党員という一般のその方が投票すると。やっぱり世論での人気が高い人が有利になってくる。不過，就算選出新黨魁，佇參眾兩院攏變做少數情況。首相指名敢會當順利勝出，甲未來政權營運攏是考量重點。高市さんを総裁にすると、結構参政党などに逃げてしまった保守系の有権者の票を引きつける衆参で少数与党なの変わらないので、仮に自民党政権が続くとしても、野党の協力を得ないと政策は通らないと。小泉さんの方が中道寄りということで、野党との連結点では小泉さんの方が有利。執政活1年的石破茂政權都要結束，在調勢野黨的情況，無論什麼人當選新黨魁，攏要面臨政局不穩定的考驗。公司國際記者徐曉浩日本特家報道。
梵蒂冈天主教教宗良14世伫当地初7，封一个15岁就过身的电脑天才阿库提斯做头一个千禧世代圣人。这个少年家在世时阵运用科技，伫网络顶传播天主教的信仰。到一天，教宗嘛封另外一个已经过往，不过在生真热心帮助善家人的意大利青年来做圣人。大大两张布帘挂伫圣伯多禄广场。梵蒂冈罗马天主教教宗良14世伫当地初7正式册封过身的两位圣人，一位是电脑天才少年阿库提斯，因为得到白血病，伫2006年过身，只有15岁。伊伫伦敦出世，爸母拢是意大利人。细汉时阵随爸母移居到米兰，在新进前真被网络甲电脑的应用，也捌结识真侪网站传播天主教教义，佮记录发生的奇迹，互叫做上帝网册。In questa cornice oggi guardiamo a San Pier Giorgio Frassati e a San Carlo Acutis, un giovane dell'inizio del Novecento e un adolescente dei nostri giorni, tutti e due innamorati di Gesù e pronti a donare tutto per Lui. 要加做奉献的对象，要有2个得到校正人口的奇迹。2009年巴西一个着腰鞘病的7岁查甫囡仔，伫接触到阿库提斯的一领 T 恤了后，扶起来，也有一名脑部受伤的哥斯达黎加查某囡仔，由伊的母亲伫阿库提斯目前祈祷了后康复。这2个奇迹拢得到校正人口。另外一名奉献的意大利青年弗拉萨蒂，以热心帮助善车人甲弱势族群出名，却伫24岁因为小儿麻痹症过身。除了奉献仪式，当地初6、初72日，也有超过1000名 LGBTQ 天主教徒甲支持者举行雕像活动，加做梵蒂冈第一个多元化教徒雕像团重要代表。Che la Chiesa continui a essere aperta come oggi dimostra di avere le porte aperte per todos, todos, todos. 这摆活动是由意大利协会约纳当执掌主办，是天主教会纪念活动之一。希望当推动信徒之间有更加大的包容性，参与活动的信徒来自大约20个国家。虽然活动中无安排到教宗良14世会面，因过未少参加的信徒真多。这摆活动让因感受到更加侪方接受的重要性。虽然教宗良14世依然坚持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不过也表示未推翻前教宗方济各伫2023年温尊神父为同性伴侣祝福决策。公司新闻单时同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今仔日墨西哥有一台货运的列车启动着一台双重巴士，造成10个人死亡，61个人受伤。目前事故的原因还阁在调查。尼泊尔首都西北爆发反诈钱、反社群平台禁令大规模示威的活动，警方用催泪瓦斯甲水炮来镇压这个抗议的人士，双方爆发严重的冲突，造成至少16个人死亡，差不多有100个人受伤。来看法国总理贝河上任9个月，今仔日进行信任投票，有364个议员表达对政府的无信任，敢若有194个人是投信任的。结果是无通过，就爱落台。接落来，总统马克宏会找新总理的人选，法国嘛因为安尼陷入新的政治危机。镜头倒个咱国内，为着要阻挡中国甲产品寄来台湾生产地，关务署成立查核小组，为4月份到今已经查到14000件的包裹，内底有168件可能有违规。专家分析，塑胶废品税率差35%以上，目前已经有50个出货的人涉嫌产地标示无老实，去互开罚单。真侪包裹分类了后，放伫货架等出口。行政院长杜荣泰伫6月份去关务署台北馆巡视，因为美国关税政策的冲击，为防止中国甲第三地寄 MIT 生产地，即麦交出成绩单，查出168件疑似违规的品项。产地标示不实。它有可能，它就是中国大陆或是第三地，它违规转运来台湾。第二种太一样是未依规定标示产地。关务署成立强化违规转运查核小组，包含基隆、台北、台中、高雄海关每礼拜查验1摆，第4个月内查核14015件。出口美国货物有50件确定违规，出口货品的人会比较无合法摘取。目前查到上大件就是电脑零件甲通讯设备。中国输美基本上是零关税。第一个是 ITA 条款，第二个是它有豁免，
专家分析，其实转运废品内底包含电脑机卡、信号线转换器、通信器，因为中国甲台湾拢是 ITA 成员，即马调查结果也未出来，拢是维持零关税。啊，毋过反倒倒来亲像塑胶制品、零具甲无含门铃，台湾关税是10%加 N， 中国是55%加 N， 差距至少是35%。它的汽车零组件。还有汽车用的这些软体，那国防用的这些东西，它其实都不希望跟中国的产地有挂钩，所以这些东西呢，即使它面临高关税，但是还是会有人希望绕过来。美中一直在变调，专家分析，亚洲国家拢难得生产地纪录，台湾因为地理位置加上过去贸易高度靠中国 ，MIT 将做中国生产地第一选择。不过经济部贸易署规定 ，MIT 废品别到美国应该签自美国废品原产地声明书，若声明书作假，会照贸易法相关罚300万。记者综合报道。伫嘉义县有一寡外销机械设备传统的制造业，因为受到美国关税影响，为8月底开始申报减班休困。嘉义县府讲有掌握这厂商的情形，会协助因申请相关的补助或者是转型。工厂的生产线按照订单来制造机械的零件。嘉义县这种主要生产工具机械出口的厂商，受到美国对顶关税及原本税率的影响，自8月底开始，嘉义县内有5间厂商计共118人申请减班停困。实施减班休息的企业主要都集中在制造业。那制造业底下的这个所谓的金属机电制造业，那最常见的就是工具机产业。咱唔是100%拢销美国，抑搁别去，迄拢无关系。但你汇你个母咧是全世界拢有关系。啊，你政府要甲人谈判？你连交一只厂商来做咱迄个问题都无，啊，干那你家己去甲人讲，啊，你也毋是生理人啊嘛，你哪知影讲步数要怎讲？嘉义县罗清楚表示，受到关税影响，必须减少出口的订单，业者要申请减班停困的新能力，需要先甲劳工协调。目前县内有400间相关的业者，拢已经有掌握厂商的状况，在一定的工作时间内来减少工作的时数。那这个前提一定是要劳工要同意才可以实施。那实施这个减班休息呢，也不是说就可以企业就可以不付薪水。那最低你还是得给予劳工最低工资的这样一个保障。罗清楚指出，针对申报减班停困的劳工，会提供就业安全网的资源。若是有需要，会来辅导厂商申请相关的补助甲转型计划，嘛会甲厂商的需求向中央来反映，希望降低相关业者伫关税当中受到的影响。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今年双十的宴会会伫咧南投来举办，县府按算16暗时会先来试放。有人是真期待，不过嘛有人烦恼讲到时会大塞车，希望县府会当好好来规划。2025双十国庆宴会伫南投，选定马路溪边的道济禅寺做这届释放宴会地点，嘛已经放高空家规咧宣传。县府拍算9月16暗时8点会先释放宴会，试放超过300粒，时间大约3分钟到5分钟，来靠近观礼台以及山顶观赏点的视角。有民众感觉真期待，嘛有人烦恼交通会拍角。唔知有其他的所在会使去无？因为迄天一定人足济，车嘛唔知要放搭。交通的问题，我是希望讲咱县政府会使做一个真好的宣导，要入场嘛真好入场，要结束的时阵，大家要倒去厝嘛会使真平安。南投县政府表示，初步规划伫咧南投市夜景大学、南投往来产业园区这所在设观赏点，并且伫草屯民间南投市设专运接送站。到时会调超过200台游览车来接送。烟火9月16日释放的这一天，还有10月10日伫咱会展中心附近拢会交通管制。咱县府甲南投市公所有选定2个高处观赏点，底下咱嘛有规划相关的市集、个小舞台。南投县府指出，16暗释放宴会迄天嘛会实施交通管制，会禁止人甲车入去管制区，请民众爱配合。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我来关心台中逢甲商圈内底一间餐厅，昨昏常常发生爆炸。有民众讲，可能是员工伫咧用瓦斯的时阵无细致，才会造成意外。事当时消防人员是随甲2个烧着伤的员工送病院，咱若详细事故发生的原因，也会调查。玻璃破掉了。救护车赶去现场，赶紧将受伤的人送医。看到民众讲到代志发生的经过，一直讲惊一条。嘣一声，嘿。
然后我出来看的时候就玻璃碎掉，就整个玻璃碎掉而已啊！因为我那时候我刚来，所以我在忙，我没有看到。我转头过去看，就整个都是玻璃了啊！两名员工分别受到耳面甲手烧着伤，紧急送医救治，无生命危险。代志发生伫台中逢甲上款西安路的一间餐酒馆，设备中途发生起爆，监视器画面翕到起爆迄时店家玻璃门窗炸开，碎玻璃四过喷。迄当时也有不少学生甲游客当咧巷仔内准备要食饭，好佳在无去互扫着。看到民众指出，亲像是员工使用家属喷枪无细腻，经销表示也爱后手赔偿。现场是有发现，在后面厨房有一些遗留一些食材啊，还有一些可能有要准备煮食的动作。生活上未少所在拢会使用到加湿管。理化老师指出，内底主要成分是丙烷甲丁烷，佮利用高压喷管装起来，会发生爆炸，多数甲使用不当有关系。如果你没有照它安全装置安装的时候呢，它容易气体从这个旁边开口处呢，从旁边漏出来，就会产生气爆的现象。瓦斯罐它的开口的部分是不是过于老旧？所以温度稍微升高一下，或者是我们去触控的时候呢，那它可能密封性就没有那么好，有可能就漏气，所以也会造成气爆。理化老师指出，丙烷甲丁烷拢较易烧起来，拄着高温度会引发火势。使用之前要确认管仔芯敢有损坏，甲安装监测拖动。使用时也要管理火源，甲保持通风，才当确保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同款是台中的消息，将基大厦附近的北市东路涂骹有的青色的飘线的人行道，不过有民众发现讲，这人行道上下所在敢若20公分尔。认为讲这款的设计实在是伤过罕古，目前市府是讲会要求区公所赶紧来处理。正伫多维护的绿色铺面，民众闪来闪去，但下就要开学。台中市刷到正溪上款北市东路伫路径为标线型人行道，暗过完工了，煞互人一直批评。铁桥就牛上下所在，敢若20公分，加上边就是后向内停车所在，那一个人要通过，拢感觉是真下。就是感觉这样走，然后可能会有人突然开门嘛。已经就剩下一点点了。会觉得很危险。对啊，有时候老人家走路不是很好，会撞到那个地方啊。台中市府伫当地推行标线型人行道，范围是北市东路、北回北中东街、南到东兴路56巷，差不多500公尺。施工期间，野出登发路口标线将近90度，加点头连续反对点的证据。完工了，民众发现原本规划0.9到1.2公尺宽的人行空间，敢若5分之一因为施工真凊彩。用工处表示，甲道路占用有关系。发现有违章建筑、延伸物及占用道路障碍物等情事。已向住户及商家劝导，部分已配合自行拆除，余由区公所依规查报，限期改善。政府强调，施工过程发现有点头的空心砖，电火车这路障是违章建筑延伸物加占用道路障碍物，已经向住户加点头宽度，会由刷力区公所照规定查部要求限期改善，啊若无会停掉。记者综合报道。国光客运往回台南、高雄甲屏东等等的路线，为昨昏开始全部停驶。因若西里路线会交予统联客运来经营。不过，这上车的地点煞是无伫咧市区，换改去1公里远的西里交流道附近。地方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提供配套的服务。车牌透早，民众去西里转运站摕国光客运来回票来退钱，因为为车牌开始，国光客运台南、高雄甲屏东等等各道的路线全面停驶，同时嘛结束西里转运站的经营权。因若西里的路线即时开始，会换统联客运来接。这个一个记忆，从小到大的记忆。今天最主要是来退票。对啊，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退。比较就是在那个外县市会比较不好搭老岁仔人较无好坐车有袂少乘客专工伫咧上尾一天的尾班车来到西里转运站见证甲翕相。西里转运站从2013年启用，由国光客运经营。即马南部8条国道的路线停驶，嘛退出西里转运站的经营。地方的民代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予其他的客运来遮进驻。会希望说在这个地方尽量不要空下来，也可以去媒合一些其他的客运，比如说像是统联客运，他们也会可以愿意进驻。我们必须到统联的那个站址去搭乘，离这边的转运站是有一段距离。
那民众也有反映说不大方便。那据说，这个西螺镇高公所跟那个县府会在协调，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当地民代表示，国光西螺路线由统联客运来驶了后，坐车的地点会改去西螺交流道附近统联的车站，离市中心超过1公里。地方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到3天，让其他的客运来进驻，或者是安排部分的车帮会当入去到市区，后面将坐车安全佮利便。云林县府交通管制工程局表示，会邀请相关的单位研议可行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南部真出名的连锁店丹丹汉堡甲，宣布为12开始有一寡商品要来起价。遐那台北喜来登饭店食甲饱的餐厅，为10月份开始，休困日的时段嘛要起100块至200块。根据主计总处的资料，最近通货膨胀的指数虽然是无甲警戒线，不过因为食的物件起价起较济，家庭的压力嘛变较大。早拄开门，就4道人起来交关。高雄盐埕区这间阿财鸡丝面，原物料已经起几落届，头家是讲9月初开始，部分品项调5块至10块。真的一直在涨，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涨幅是最少的。可以理解啦，物价真的是高涨，然后人力人工这个也是真的很不好调整。除了面店啊，南部出名的连锁素食店丹丹汉堡嘛要伫12起价，部分套餐起5块，部分早安餐饮料起3块。美国五谷三肉糜等起2块至3块，然后11个品项停卖。店主是讲，因为原物料、人工也有因为成本逐年起价的影响。还行啊，5块钱而已，又不是天天吃。面店啊，连锁素食店起价，北部也有食甲饱的餐厅起价。10月初开始，喜来登自助餐厅假日餐价小调悬，平均起100至200。主计处最新公布的8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1.6%，起价幅度比顶个月较大。虽然连续4个月比通货警戒带有较低，不过食物类介绍起价幅度较大，加所得家庭承受的物价压力也是比整体平均较悬。为什么我们的那个 CPI 它数据上看起来还不错？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呢是面对那个美国的对等关税的影响嘛，那这个影响呢，其实它会使得那个全球的贸易量下降。学者认为，美国是全球上大市场，关税的政策恐惊会让真侪国家经济活动减少，连带国际商品的需求也会降低。CPI 是综合车、乘、大、交通各种商品服务加权平均的结果。这届原物料起价幅度对食品需求量较大的家庭来讲，对物价波动的感受会较大。记者采访报道。前一阵啊，因为受到风台影响，国内农渔产损失是真严重，尤其是家己的蚵仔产量是减真济。说落来中秋就要到啊，渔业署嘛加强行销，推出中秋售卖活动，希望民众会当斗支持在地产品。因为前一阵啊，台湾受到风台影响，农渔业受损严重，尤其嘉义生产的蚵仔，因为受到风台影响，产量减少。中秋就要到啊，中秋烘肉若有要准备烘蚵仔，可能本就要较粗咧。2个台风造成我们嘉义这边最大的一个牡蛎产地哈，那受损的程度大概有2成5到3成，供应量我们透过各一类的，不管是电商平台或是实体通路的一个合作，我们都加强在行销我们的水产品，所以基本上现在看起来会有稍微价格会有提升的，大概就是这一个牡蛎。不过，渔业署表示，其他的海产产量拢真稳定。为了加强国内的行销，渔业署有和真侪网络平台店家合作。这届嘛，甲渔会合作推出中秋海产优惠。农业部表示，国产的海产真多元，即马结合 AI 冷冻技术，会当增加保存的时间。另外，因为即马的小家庭较济，嘛针对小家庭做实在的分装，提高方便性。那透过我们这样冷链的这个计划呢，让它的这个战斗力更加的强。除了时间是可以延长之外，那我们也针对了很多的这个家庭这个形态的改变，做小包装、做分切，然后做这个熟成料理、做多元加工各样的处理。渔业署表示，国产的海产营养又搁多元，呼吁民众中秋烘肉会当多多支持在地的渔民。除了伫网站买有，嘛提供真侪优惠。
也有抽奖活动，政府带头买饼买去。记者陈心东、林孝凯台北报道。今年中秋，屏东的潮州决定买项目要来办桌，因邀请5个在地总铺师来设计菜单，用在地出产的泰国虾来做料理，一道6000块，按算要开放200桌。昨晖一个开放主文，一声都拢卖了了啊！甲虾仔等落去鼎内，含蒜头、番姜、盐水做伙炒，变几个了后，刷落来甲5柳枝的韵料倒入去搁炒，互泰国虾入味。一出当厝雷蒙泰国虾，就会使准备试菜。屏东潮州是国内饲泰国虾的大乡镇。今年中秋节举办大会菜的办桌活动，每一道10出菜有3种无同的泰国虾料理，一道总共有5台斤左右，要互民众食好欢喜。因为天气比较炎热的话，我们比较适合吃一些比较酸甜口味的那个泰国虾，这样子料理起来口感也不错，有别于一般的那个煮法。屏东潮州的赛新虾拍开知名度了后，电工所今年邀请地方5个总铺师设计用泰国虾料理办桌，一道6000块，按算要开200桌。初八开始会使订，到11点左右，电工所统计已经订超过5成。考虑到环保的一个问题，跟一些油烟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年特别改变方式，采用会炒的一个方式，圆桌的方式来做处理，让各位乡亲或者是来潮州的游客可以共同来享用美食。电工所讲，前几年拢是用烘肉的方式，但因为今年活动办较大，惊造成空气污染，所以改用人道的方式，邀请民众10月初4中秋节到潮州食泰国虾。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中秋上接食的就是油啊。花莲瑞穗的文旦油3年前因为检验的问题，去互中国禁止进口。为了解决外销的问题，政府是真拍拼辅导甲改善。今年有通过检验，会当销去中国，农民是拢真欢喜。甲火柜开开，内底一箱一箱花莲瑞穗的文旦，拢是要销去中国的。甲养过无共的是，一箱10斤，较早是32左右，今年加关到420块。非常好啊，因为去大陆的单价比较高，然后一次数量又多，对我们农民是很大的一个福音。介绍的加关主要是因为花莲县府3年前因为文旦油、虫害甲农药检查的问题，去互中国禁止进口了后，就开始调整甲改善，消磨的骹手甲精神袂少。今年通过中国官方的检验了后，加做台湾文旦的产区内底唯一一个会当销去中国的。官方嘛头一个甲全球真出名的小卖商合作。花莲县农会在今年主要就是透过2个贸易商进口到中国大陆跟香港预计会有总共25个货柜。那主要的通路呢，也是属于大陆沃尔玛、山姆会员的高端消费者。因为风台严重酸糖满豆，产量减少，所以这届花莲的文旦正做市场的头一个选择。今年唔但销去中国，也佮有扩展其他国家的通路，希望会当增加国际能见度。国内的市场之外，我们也积极的在国外来寻找通路，包含今年除了今天的这个对岸的启航仪式之外，我们也出口日本、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等国家。依据花莲县农会统计，为8月底到9月初，已经有30外个货柜的量，准备要销去海外的市场。瑞穗乡农会表示，今年文旦油出口的量大。嘛带动国内市场，目前市面上10斤一箱的文旦油，价售差不多750块。记者综合报道。日前了后，因为苏东时物资是真欠缺，在台中有2间已经有100多年历史的国校啊，因用被剥断的壳来做校正。台中市文资处进行物的普查，认为因用破断校正是反映战后初期资源有限、就地取材现象，会提报文资的审查。推伊讲落去，这个声音规校园拢听得到。有103年历史的台中市丰原区红珠国小的校正真特别，是用炮弹做的。我不会害怕，因为它已经里面全部都清空了。囡仔伫炮弹下骹听课拢袂惊，干嘛笑声尔？学校是讲，这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阵，美国弹伫学校运动场的微波弹，经过小可处理了后变做校正，是镇校之宝，也是见证历史的和平证。美国正在跟日本打2次
是世界大战。那台湾因为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美国人就用这个炮弹，然后就投掷在我们学校的操场，刚好它是未爆弹。然后后来就经过了工业的处理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弹壳，作为一个历史的注记，也是我们学校的和平钟。离5公里外的后里区内部国小，嘛有一粒炮弹精，体型重量搁较大。本来挂伫校舍的条仔顶，停电的时阵做上下课的钟声，即马互学校放伫鸡笼收藏。这个炮弹钟就挂在我们老旧的那个平房的校舍的这个屋梁上面。那其实它当初的功用就是遇到停电的时候，那这个部分工友就会拿铁锤来敲这个炮弹钟，那当作是一个上下课的钟声。台中市2017年开始展开日治时期中小学文物普查，发现有3间小学有炸弹卡做的学证，反映战后初期资源有限就地取材历史。反映战后初期资源有限下，学校就地取材，利用炸弹壳当校钟的史实。本次普查建档文物达691件，将进行潜力文物提报为一般古物。691件建档文物当中，也有文字法内底有可能是变古物的文物。后续会提报文字审查，也鼓励学校推广在地历史设计的课程，让文化资产更较挖进教学的现场。记者采访报道。大师兄林志胜初七讲出伊个人第305支全垒打，伊22年棒球的人生会当讲是水开收煞。也若真正捌和林志胜做伙伫咧澳洲职棒拍拼的前日本火腿队球星三国军师，嘛伫咧网络顶甲伊祝福，而且伊阁甲日语翻作是台语打伫咧下骹，大家拢讲看到台语文的祝福，实在是足甘心的。从9岁打棒球，打到现在43岁，34年。我没有不舍。未全龙球星林志胜伫即届顶上尾一场引退赛，伊感谢棒球带予伊幸福的生活，哪讲哪流目屎。我很感谢棒球给我所有的东西，给我的家庭，给我的家族，很好的回报。礼拜引退系列赛上尾一场，林志胜也伫第6局后半场讲出一支轰乱，这是伊棒球生涯第305支全垒打，已经是中华职棒的全垒打王。引退这场比赛，佮追加一支，讲出上有代表性的全垒打收尾。这个球出手来看一下林志胜左外方向的飞球，距离够不够远呢？这个球全垒打！除了家人马上甲祝福，林志胜较早做伙伫咧澳洲拍棒球的队友，前日本球星西野健士也伫咧社群发文祝福，伊先用日语甲祝福，佮伫下面翻译做台文字，顶面写着：因为有搁记着你，我的人生就改变啦。会当搁做伙出赛，我感觉真光荣。对你的记忆，我一世人拢袂放袂记。大文一打落去，遂引起侪网友留话，讲看到台语的祝福，真感动，也真用心，真大心。记者第二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咱要来看双人花式出兵的比赛内底，较早的拢是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的组合。不过加拿大伫咧2022年稳准共性别的组合会当参加国内乒乓的比赛了后，即马芬兰嘛缀咧安尼做，互真侪选手是感觉真欢喜。穿出兵为2个人牵手，最近展现双人乒乓美丽舞蹈姿态。看其他练的拢是一个查甫一个查某组队，英国内可能甲芬兰内阿尔托就真无共款。即嘛国际上的出兵比赛拢规定，双人乒乓是一个查甫一个查某组队，查甫就爱穿裤，查某爱穿裙，查甫甲查某举起来技术动作是固定的评分标准项目，芬兰也共款。不过，即马因想要挑战传统，来一个查某甲查某配，有这个想法时阵，教练也真支持。We said we want to do this, and he was like, "Okay, let's make it happen." And so he obviously had to talk to the Suomen-taitoluisteluliitto, the Finnish Skating Federation, about like what would be possible and maybe like what changes need to be made in the rules so that we can go in like that kind of a direction. 特别教练替因争取的时阵，正为出兵舞者先向芬兰的出兵联合会提出参加比赛要求，无想讲真正打破性别的限制。They said that yes, we are interested in this change. It should happen, but we need time.
芬兰出兵联合会即马上新的规定是，双人平母的参赛者无用查甫来分，是叫做选手 A 加选手 B， 这样和克林加阿尔托正在芬兰史上第一个女配参赛队。其实加拿大2022年就已经创世界第一个准共性别组队参加国内平母比赛。今年2月，美国加法国2位出兵冠军的选手就以女子双人搭配，在瑞士各地进行平母巡回表演，希望会让带头泡破比赛性别的规定。即马芬兰选手也争取到自由选择搭配选手的机会，希望会让进一步改变评分项目的规定，和女性舞者有更加侪表现的空间。公司新闻詹回变编辑。日本真出名的富士山上高峰海拔有甲3776公尺，若要爬起来是无遐尔简单。不过日本有一个102岁老大人，伊伫咧亲家50个陪同之下，成功有爬起来，改写世界纪录，嘛，互伊称作是上济岁成功爬起来富士山的人。山路正行，就是穿红衫、牙爬山拐仔，一步一步挡着强风向前行的是102岁日本人阿久泽信吉，伊创今世世界纪录是爬起来富士山年纪上大的人。自分じゃ不安があったけど、やっぱり行ってみるとね、だから富士山も途中でやめたい時期が随分ありましたけどね、仲間に励まされて。だから結果的にはね、良かったんですけど。陪伫伊边仔有70岁查某囝加查某孙，也有登山俱乐部的朋友。上尾阿久泽用3天2暗爬起哩海拔3776公尺的山顶，这毋是阿久泽第一遍创纪录。96岁迄年，伊就正做爬起哩富士山年纪上大的人。这几年伊经过心脏病、出皮蛇，也有绊倒天几落尖，还是无放弃爬山。出发前3个月，伊1礼拜爬一座山，甲体力阁练回来。好きは好きらしいです。確かに体のためにもいいと思います。別に何をしたからこの長生きできたんかなんて、やっぱり山はいいですね。阿久泽以前是引领设计工程师，即马住伫咧群马县的研究区，也是逐工做志工，甲人画图。今回は富士の上の方の部分を何枚か描きたいと思ってます。挂伫咧壁顶即款图内面的山，伊拢捌亲身去过看过。对阿久泽来讲，山甲图拢是陪伴伊一生平静的力量。公司新闻温芳怡编辑。伫咧澳洲做牧羊犬的训练，自来拢是男性咧主导。不过即马拍破传统，有愈来愈侪女性来参与。因讲伫咧训练学校内底，会当甲其他的人哪竞争，佫会当互相扶持。而且透过训练，毋但培养专业的能力，也佫会当扩展家己的人面。牧羊狗训练师画一个口令，狗是照着指示，甲羊赶到指定的所在。这只赶羊的牧羊狗有一个正古水的名叫做 Mini， 而且伊的训练师也是一位女性。这几年有愈来愈侪少年的女性，甲多课共款参加牧羊狗饲训员的训练课程，改变以前由男性主导这项活动的传统。A really good community of women who are trialling, and they're all like we get quite competitive at times, but just a really supportive community. I think it will stay and continue to grow with more women coming in. Like with our training schools, a lot of the people that come are women and girls my age, which I also find really fun. 像这边一个澳洲南部一个小镇巴梅拉举行5天的牧羊狗选拔赛，就来自全国各地观众来看。今年有12位女性报名参加，比去年增加5位。和介意这项活动的女性也当参加训练。Years ago, when I was at school doing it, there was only a couple of older women who were wives of other trialers, whereas now I think there's more independent women doing it. Probably half the people in our training schools now at least are women, and that comes across out here on the trialling ground as well, and in agriculture. 主办单位讲，女性对训练牧羊狗更加有耐心，所以欢迎伊来参加。全国牧羊狗咨询协会也制定一项奖学金计划，帮助加鼓励少年的牧羊狗咨询者继续参加全国各地比赛。经过训练，那是增加因的专业技术，也当互因的人面更加快。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预报的资料。
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3度。还有这3天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